谢台湾啊，谢谢我们江主，也谢谢台湾啊，对，真好听啊，就那心情真开阔啊，唱高音的歌曲，相当好听啊。我们来台湾进前啊，一日去甲朋友去歌厅唱歌，啊，我有朋友真爱唱一个歌呢，啊，歌谱就是去找无，你知？找我找到要牙讲去啊！把老板叫来，我老板啊，我要找一个歌，你歌谱内面无半项呢。老板讲，你要唱什么歌啦？有迄个阿里山的姑娘啦。老板讲无啦，哪有阿里山的姑娘？哎，有啦，就有咧。歌谱现在要留的就无诶。我点几你才个唱诶？老板讲哪有啊？无你唱一句我听。哎，怎讲？高山，这老板要求啊，这就是叫做高山青啦。你是有阿里山的姑娘啦，因为阿里山的姑娘后壁啦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，我气到会死啊！都袂晓的啦，今仔会晓唱名，唔知影歌名。啊，你继续下面这个啊，这是听下动作。啊，今个改编的，根据这个高山青改编的片仔剧，叫做《阿里山的姑娘》。好，大家欢迎王秋婉。哇！啊，这个不是阿里山的姑娘，这是个仙女。